周身酸痛唔好忍，立即用海山華佗活絡油或鐵打止痛膏。佢對腰酸背痛、頸緊膊痛、鐵打扭傷、運動抽筋特別有效，不論新舊傷患，搽一搽效力直達患處，而且氣味清香，成個人精神爽利。海山華佗活絡油古方配製，成分天然，通過加拿大 MPN 認證，值得信賴。海山華佗活絡油，鐵打聖藥，一搽見效。五穀魚粉依家喺列治文山開咗啦！主打專程由溫哥華運嚟嘅龍躉，再配合5種穀物製成嘅米線，湯底選擇多，口感彈牙又有層次。由清香魚湯到野味麻辣，每一款都係滋味之選。仲有港式茶餐小食、炸魷魚酥、招牌豬手、焗豬扒飯，仲有煲仔飯添。列治文山五穀魚粉，快啲嚟品嚐你最中意嗰款龍躉米線啦！10593 Yonge Street 905-508-1616。3號陳靜希 Ashley Chan。4號林采妮 Jenny Lin。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12月1號於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最上鏡小姐誰屬競猜遊戲及最上鏡小姐獎兼至尊贊助士嘉堡 Kings Cross Hyundai。即係演藝界咧係好需要一啲唔同嘅新面孔啊！一呼一吸，全部都係判斷。每一個台詞只係講一次，好希望大家去信。選角星期日下午5點05分，新時代電視一台，每週專題報導多段香港以至國際嘅矚目新聞，聚焦港人最關心嘅民生話題，並邀請各界人士、學者、專家一齊深入探討個中嘅來龍去脈。每年升小戰，唔少直資同私立小學大排長龍，家長學生要投入幾多資源先攞到入場券？冇資源嘅學生靠大抽獎又係咪咁易入到心儀官立同津貼學校？新聞透視，星期一晚上9點50分，新時代電視一台。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或鏡頭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敬請留意。